好點講好激動啦，同埋係冇諗過，完全冇諗過係班之前我同即係另一位監製嘉良仲話應該俾翁子光佢哋嘅團隊，不過係咯，所以我哋係完全冇諗過，但係攞呢個獎，我覺得係我感覺係香港係仍然有希望，所以呢個獎係即係真係屬於每一個即係有睇10年嘅電影嘅人，唔係我哋呢度幾個嘅導演或者製作嘅團隊嚇。所以係我哋係好渺小，其實係即係攞呢個獎更加覺得我哋好渺小，但係我哋會繼續努力咯嚇，為香港繼續去創作更好嘅作品。我覺得呢個獎呢，仲係其實係比接下來會更加即係會係無懼地繼續書寫香港嘅所有電影創作者。多謝香港電影金像獎，多謝所有有投票俾10年嘅電影工作者，亦都好多謝香港人。其實好感覺到大家對香港嘅愛。我哋會繼續努力嘅。其實我自己係第一次去金像獎嘅，咁然後我喺金像獎度見到有好多好出色嘅電影人，而坦白講，我唔覺得我哋10年團隊會有任何一樣嘢比佢哋更加靚。但係我好希望大家身為電影人嘅同時間都記得自己另一個身份，就係一個社會嘅公民。咁如果仲有能力，仲有餘力，大家聚埋一齊係為咗更加拍更加好嘅電影。但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呢個電影金像獎頒俾我哋，其實好多人都借10年去宣示一個立場。我覺得電影金像獎所有嘅電影人投我哋票嘅，其實亦都講咗一啲嘅立場。咁我希望呢一啲嘅立場係可以繼續去堅持我哋，去繼續去創作。呢段時間即係陪住10年無論喺戲院，無論係一啲巡迴放映，無論係前日喺街頭發生嘅放映，即係每一個去思考香港將來嘅人嘅，即係一個有份嘅一個榮譽。但係呢個榮譽背後，其實講緊我哋好多對香港將來嘅思考，好多嘅擔心，好多躁動，好多不安。希望我哋仍然有一個力氣，而呢個獎項或者都係一個鼓勵，去叫我哋去繼續面對呢啲嘅不安。之後我哋要去行動，要去回應，要去行多一步。唔單止僅僅話守住某啲崗位，而係更加需要為我哋下一代去行多一步。希望呢個獎項係有一啲咁嘅聲音能夠發到出嚟。我覺得最佳電影佢哋今次可能唔係喺質素上係最佳，但係我覺得可能喺一個意義上同埋觸動到觀眾上係，我覺得可能因為咁樣而贏到呢個最佳電影，亦都係電影本身最重要嘅嘢。嚟緊我哋應該係謙卑、謙卑再謙卑，同埋大家要努力、努力同埋再努力。多謝香港市民，多謝香港電影金像獎，多謝投票俾我哋嘅人。Thank you。